哇，各位街坊，真係唔好意思，今日我一開鏡就要同大家爆單大嘢。你哋最近行過中環或者旺角，有冇見到嗰間陪伴咗香港人超過126年嘅老字號先施百貨，竟然掛晒大隻字寫住結業清倉，全場一致起。我話你知，我尋日親身入去行咗轉，睇完之後我真係把幾火，直情想喺門口大嗌唔好賣啊！呢邊廂話係清倉，嗰邊廂根本就係一場清倉大騙局，專門揾啲老人家笨，略得1蚊得1蚊。今日我就要做反廁零售探員，帶大家入去實測，睇下呢啲所謂嘅一折貨到底係乜嘢垃圾，再同大家對比下而家深圳嗰啲商場，睇下點解香港零售業會搞成咁。大家坐定定，聽我慢慢轟開呢塊遮羞布。我哋先講下呢個一折嘅包裝。你一入到去，啲黃色大招牌真係閃到你眼花，寫住結業在即，最後清貨。我心諗，先施1900年就開鋪，係香港第一間由華人集資經營嘅百貨公司。細個邊個未聽過始創先施呢4個字？點知入到去，我以為自己去咗深水埗啲排檔，仲要係最劣質嗰種。你睇下呢啲衫，攞上手嗰陣倉底味重到呢，真係隔住個口罩都聞到。我隨手攞起一件睇落好似係90年代流行過嘅大戰肩西裝褸，標價竟然寫住2800幾蚊，然後話而家一折賣280零蚊。喂，大佬啊，呢件嘢擺喺度起碼有30年啦啩，啲布料都已經黃晒，個領位仲要有啲霉點。呢啲邊度係清倉啊？呢啲叫倒垃圾吧？我觀察咗1個鐘，發現最慘嘅係乜嘢？係嗰啲60、70歲，甚至80、90歲嘅阿婆阿公，佢哋對先施呢個名係有情懷㗎嘛？我見到個差唔多80歲嘅婆婆喺度揀緊啲所謂嘅真絲棉襖，件衫個款真係土到不得了，擺喺2026年嘅今日，真係送俾我都唔敢着出街。個售貨員仲喺度側邊不停講：阿婆，呢件好嘢嚟㗎，以前賣成3、4千蚊，而家幾百蚊就有，買件返去過冬啦。我忍唔住行埋去睇下個標籤，產地係邊度都唔清唔楚，啲線頭周圍飛。婆婆真係信以為真，仲要攞疊銀紙出嚟慢慢掃。我睇到心都酸埋，呢啲係死貨中嘅死貨，擺喺倉底起碼20幾30年，而家趁住話結業就攞出嚟呃呢啲對品牌有忠誠度嘅老人家。再睇下嗰啲鞋，啲皮鞋乾到裂開晒，明顯係因為存放得太耐，皮質已經變咗。標價6、700蚊，折咗之後幾十蚊。你以為執到寶？你買返去行2步，個底包準你即刻甩底。我喺現場就見到有個阿叔試鞋，一用力，個鞋底真係好似塊脆麻花咁碎咗出嚟。個 sales 仲話：哎呀，呢對係樣本，我攞對新嘅俾你。邊度有新啫？成個場都係啲死貨。佢哋呢種手法，其實係好典型嘅外判清倉，即係間鋪頭名義上係先施，但其實可能已經將個場包咗俾啲專做清倉騷嘅公司，佢哋周圍搜羅啲垃圾貨，掛個老字號個名，就喺度欺騙消費者嘅感情。講真，睇完呢啲所謂嘅清倉，我真係好明白點解而家香港人寧願每逢星期六日都湧晒上去深圳。既然都要買嘢，點解我要喺香港俾幾百蚊買啲30年前嘅垃圾，而唔想去深圳用同樣甚至更平嘅價錢買啲最新最先進嘅產品？我上個星期先去完深圳嘅山姆、Sam's Club 同埋 Costco， 人哋嗰種規模、嗰種透明度真係冇得比。喺深圳，你用3、400蚊人民幣可以買到一件用最新科技布料做嘅羽絨或者機能外套，款式仲要係2026年最流行嘅。人哋個商場燈火通明，啲嘢整整齊齊。你再睇下而家先施呢種清倉場，燈光昏暗，啲貨亂糟糟咁堆喺架車度，好似垃圾山咁。我真係想問，香港零售業嘅尊嚴去咗邊？我哋對比下細節。喺呢個清倉騙局入面，一對所謂嘅名牌皮鞋折咗要300零蚊。喺深圳同樣300零蚊，
你可以買到一對好高質素嘅運動鞋，或者係喺大商場入面買到一對真皮且設計時尚嘅皮鞋。最重要係乜嘢？係服務同保證。喺香港呢啲清倉場，你買咗之後係不退不換嘅，出咗門口你個鞋底甩咗，佢哋係唔會理你。但喺深圳啲大連鎖店，人哋有完善嘅售後服務，甚至你買完唔滿意，喺入度冚個掣就可以退。最令我反感嘅係，佢哋利用緊香港人最後嗰一點點情懷。對於好多50零、60零歲嘅香港人嚟講，先施、永安係代表住香港繁榮穩定嘅年代。細個嗰陣，老豆老母帶我哋去行百貨公司係一件好隆重嘅事。但而家呢啲老牌百貨公司唔去求變，唔去諗下點樣提升競爭力，反而喺臨走嗰陣都要用呢種揾笨嘅方式去壓榨老一輩嘅銀包。呢種清倉根本就係對先施呢個百年品牌嘅一種侮辱。大家睇下呢啲電器，有一區係賣啲廚房小電器嘅，嗰啲電熱水壺、多士爐，個包裝盒都已經黃晒，甚至有啲盒係爛嘅。我攞起一個睇睇，生產日期竟然係2010年。大佬啊，16年前嘅電器，你而家仲攞出嚟買？仲要標價話係清倉價百幾蚊？你知唔知而家喺深圳，百幾蚊可以買到個小米嘅智能電熱水壺，可以手機控制，可以恒溫，仲要係2026年最新型號。你攞個16年前嘅死貨出嚟，係咪當香港人係傻家？我喺現場同一個60零歲嘅阿叔傾咗幾句，佢話：唉，我哋呢啲老嘢唔識用咩淘寶，又唔想成日跑深圳，見佢話一折，咪入嚟睇下有冇平嘢執咯。點知行咗半個鐘，真係一件都買唔落手。啲衫褲款式舊都算啦，啲質地真係差到呢，一摸就知係啲平價化工纖維。連老人家都睇得出嘅嘢，點解呢啲百貨公司仲做得出？我仲發現一個好奇怪嘅現象，場入面有好多所謂嘅名牌錶，寫住乜嘢瑞士名錶，以前賣幾萬蚊，而家3000幾蚊。我雖然唔係鐘錶專家，但我睇過做工，個錶盤嘅印刷粗糙到不得了，甚至連個品牌名我都未聽過。呢啲好大機會係嗰種包裝名牌，喺外國註冊個名，其實係最劣質嘅零件拼湊而成。佢哋就係捉住老人家平買貴嘢嘅心理，想喺結業前最後一撈。對比返深圳嘅購物中心，例如萬象城或者一方城，人哋引進嘅係全球最頂尖嘅品牌，或者係國內最有活力嘅新銳品牌。人哋做嘅係體驗，係生活方式。你行入去係一種享受，有冷氣，有音樂，有空間感。而先施呢個清倉場，冷氣又唔夠，浸除仲衰過街市。香港嘅零售商如果仲係覺得可以靠清倉呢兩個字，或者靠老牌子個名嚟生存，我諗佢哋真係想得太簡單。我喺度真係要大聲呼籲一下各位屋企有老人家嘅朋友，記住返去同你哋嘅老豆老母、公公婆婆講，見到呢啲結業清倉一定要小心，唔好以為有1折、2折就係執到寶。好多時呢啲貨根本唔值嗰個錢，甚至係有安全隱患嘅過期電器。如果你哋真係想買平嘢，倒不如帶佢哋上去深圳行轉。而家由西九龍坐高鐵上去，15分鐘就到，快過你由將軍澳去中環。去到深圳，揾間正經嘅大超市或者大商場，啲嘢又平又正，起碼買得安心，唔使驚俾人呃。其實先施搞成咁，都係香港零售業嘅一個縮影。租金貴，人工高，加上經營模式僵化，導致佢哋無法引進新嘅有競爭力嘅貨源。為咗填補虧損，就只能夠搞呢啲低質素嘅清倉騷。但咁樣做，只會將最後嗰批忠實客人都趕走。我今日喺現場見到嘅，唔係一間百年企業嘅華麗轉身，而係一間老牌百貨嘅墮落。大家諗下，點解深圳可以做到平、靚、精？人哋有完整嘅供應鏈，有龐大嘅市場，而香港呢？如果仲係停留喺呢種賣一件甩一件嘅舊思維入面，咁香港零售業真係冇得救。
我睇到嗰啲所謂嘅清倉貨，好多其實都係以前啲批發商賣唔去嘅豬骨頭，而家夾硬塞入去先施個場度。講返轉頭，我喺先施嗰邊睇到一套所謂嘅高級西裝，話係1990幾年嘅剪裁，賣緊380蚊。我真係想笑，你買返去，連改衣鋪都未必肯幫你改。再去睇下啲皮帶，一拉就斷皮，真係垃圾都不如。對比返深圳嘅名創優品或者 KKV， 人哋啲嘢幾十蚊，但設計感同產品質素都遠超呢啲清倉貨。我今日拍呢段片，唔係要落井下石，畢竟先施都係香港人嘅回憶。但我真係唔想見到有更多老人家因為信任呢個招牌，而將辛辛苦苦落嘅棺材本花喺呢啲垃圾貨上面。如果你係先施嘅管理層，見到呢啲質素嘅貨擺喺自己鋪頭入面賣，你唔覺得醜咩？你對唔對得住創辦人馬英彪先生？我最後行出門口嗰陣，見到一個阿伯買咗一沓所謂嘅純棉底衫，我睇得出嗰啲衫嘅包裝袋都已經發黃，甚至有啲小蟲眼。阿伯仲好開心同我講，一折啊，20幾蚊件，好平。我嗰刻真係講唔出嘢，20幾蚊喺淘寶或者深圳超市可以買到3件全新高質素嘅全棉底衫，仲要係2026年最新生產嘅。呢種資訊差，呢種利用老人情懷嘅行為，真係令我好心痛。所以各位觀眾，如果有人同你講先施清倉，全場一折，你一定要同佢講免啦，費事買堆垃圾返屋企。如果你真係想執平貨，花啲時間上網做下功課，或者同仔女上去深圳行下。2026年嘅今日，世界已經變咗，唔好再俾呢啲清倉騙局困住。香港零售業要生存，靠嘅應該係誠信同創新，而唔係靠阿婆買死貨。我今日嘅實測就到呢度。呢單嘢真係越睇越火，香港人嘅錢係辛苦錢，唔好俾呢啲不良營商手法掠去。如果你屋企老人家最近話要去先施或者類似嘅清倉場買嘢，記得俾呢段片佢哋睇，或者帶佢哋去睇下而家真正嘅市場係點樣嘅。我哋唔係崇洋媚外，我哋只係追求物有所值，追求一份作為消費者應有嘅尊重。最後我想講，先施結業，如果係體面咁結業，大家會懷念。但如果係用呢種清倉騙局嘅方式嚟落幕，咁只能夠講呢個品牌嘅消失係一種必然。香港人唔係傻嘅，我哋雖然有情懷，但情懷唔可以用嚟填飽肚，更唔可以用嚟做被人搵笨嘅藉口。大家記住啦，買嘢之前諗一諗，睇清楚，唔好俾個折字沖昏頭腦。好啦，我今日講住咁多先。我而家要即刻過關去深圳揾返啲平靚正嘅嘢嚟平衡下我受傷嘅心理。大家保重，唔好俾人啊！